家扶基金会南投家扶中心办园游会摆大募款，因为今年整个善款是减3成起，园游会赞助摆大单位嘛减2成。家扶中心是希望社会各界会当做伙来奉献爱心。受家扶中心照顾囡仔组成的人狮队用心表演，用在地来感谢善心人士的协助。南投家扶中心的年尾拢会办理200园游会。 募集每年度夫妻弱势家庭的经费，礼拜办园游会，过去玻璃场拢有差不多100担赞助的摊贩，今年煞干那60个摊贩。伊妈妈吼2岁时阵就甲因爸爸离婚啦，我较早有家扶中心，对5岁就开始一直甲我赞助，我的孙安尼吼，我到即摆已经高3啦。 埔里基督教医院的眷属啦，逐年拢有认购迄个园游券，来遮大概就是到3天啊，希望大家拢来参加，因为真正家扶中心帮助足侪家庭。 南投家扶指出，南投县亲像真爱、信义才偏乡，有袂少需要协助的家庭，以单亲和阿公阿嬷教养占上济，目前需要照顾1600户2600名之少。不过这几年整体捐款明显减少，今年甲旧年比起来减3成。 大概参加活动拢有一寡衫好摕，拢寄出来衫啦，来俗小卖互大家。咱嘛无物件好卖，咱嘛会使参加现场的活动。较侪人捐到奖助学金去。那事实上，我们来帮助一个弱势的家庭，不是只有奖助学金，我们可能会有生活，会有医疗，会有教育，还有很多的杂支杂费，不管是10块、1块、100、1000，都可以来小额来捐款。 南投家扶表示，每年照顾弱势家庭生活经费至少要1亿，也会为家长甲囡仔办在家课后辅导，提供急难救助等等。希望各界发挥爱心，帮助弱势。记者辛平基南投报道。